咱細漢攏有學過紙飛行機，即馬佇個台中台里的瑞城國小，這是有一個比賽，就是比看講啥物人彈出去的，停佇空中更較久。咱現場看起來，大家看你彈的角度，你出力愛出偌大力，所以將科學原理甲你動手實際來做，大家學生攏講真趣味。台中台里的瑞城國小佇咧校內辦一場紙飛輪機的比賽，比要安怎讓紙飛輪機佇咧空中飛較遠、較久。覺得比賽很好玩。今年我們改成就是滯空的時間，小朋友就會想盡各種的方法，然後去折出能夠在天空中翱翔慢慢的把時間拉長。紙飛輪機若要佇空中的時間較久，這其中是包括真濟無共的知識，大家人若是激頭殼，嘛用盡辦法。有一台是用剪的，但是它不能用，所以我就用另一台沒有用剪的，但那一台沒有飛得很好。這是上網查的，說可以飛比較久，去學校試也有比較久一點。你就要考慮到那個氣流，然後能夠讓它在空中上升的力量會久一點，這樣子。哪學嘛哪算，不管成績好壞，參賽囡仔人攏真歡喜，講後屆閣要參加。Hello， 我是莊慧琪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